左册店内面的这个红仔册是真侪人做学生时代记忆，高雄布置上盖新的展览。恁兜当湾开一间网咖店，展览着无记较早左册店的气氛，带民众登到青春年少的学生时代。来到普吉的展区，有一个无共风格网咖，内容为同婚议题、早近女性悲哀故事到民间传说拢有。领导党员开一间网咖店的展览，重现过去左册店的氛围。现场也有5位台湾现代创作者创作底片的网咖，民众通借来看。题材有奇幻、冒险等等的故事，亲像这本《半碟琉璃梦》是画出作者囡仔时代代志，希望大家爱珍惜。很多老房子都被拆掉了，就是我们对于旧有的东西其实没有那么的珍惜，所以我其实是很担心，可能再过个5年、10年，这个房子就不见。慢慢才为开始看故事，才开始讲这原来台湾的故事，根本无啥共。咱台湾即摆议题足侪啊，迄阵228的嘛有嘛。用日治时期的嘛有嘛，咱一寡在地生活的会愈来愈侪。1990年到2000年是台湾左册店发展上好的时期，迄个时阵左册店就有一区拢是限制级的网咖。这个展览2楼也特别有一区展出台湾经典的绝版作品，阁有也未出版限制级网咖手绘稿，互大家会当重新回忆。打造了一间怪奇之阁的珍藏馆，里面呢有分享了很多他的绝版的作品，还有很珍贵的1960年代陈世雄老师鬼头未出版的手稿展览呢，看见台湾的漫画现在很蓬勃发展的生命力量。创作者表示讲，即卖实体左册店是渐渐稀微，等到是网络图文较受欢迎，目前台湾的网咖嘛会外销到欧美国家，也毋望有新的出路。这个展览是1期到11月底，毋望互大家通了解台湾网咖文化。记者钟怡辉、顾兆勇高雄报道。